好，我来下开哈。好，谢谢剑山大哥。来，导播迄镜头给我放大，缩小去啊。我先第三首李不记啊。哦，李不记啊。好，叶大哥哦哈，好的，好，谢谢。喂，你好，春雄大哥。有。春雄大哥要听倒一首？两个好。好。第六首。安尼啊。第六首单无啦。好，我给你下开哈，来这些。两个。好，谢谢春雄。好，感谢你。嘴唇嘴皮来，你好，后祝吴大哥好。好。感谢六首，单无啦。好，好，谢谢吴大哥哈，平安快乐。好，好，拜拜。来，新朋友你好，9228哦哈。阿姐哦。你好，我要听歌。好，来你讲。二号的伤心的所在。伤心的所在。哦，阿姐哦，你住倒位啊？我竹山。竹山吼，啊，要怎称呼你？哈？要怎称呼你？我听无。你几岁？爱听电话筒，互你的声，嘿，汪大姐啦哈。好，汪大姐哦哈，给你下开啊哈。好，谢谢汪大姐哈。金发大哥好。你好。你好，段拿边。拿边，嘿。来。东港的拿边。好，我下开哈。李不记啊。好，来，谢谢我们的金发大哥哈。好，谢谢你啊。阿弥陀。哎，有你妹妹。姐姐，大哥。你好。对啊，收信不好都打不进去。没有，没啦，这么快啦哈。哇，我要点单无人。单无人。好 ，OK。好，平安快乐，谢谢。来，林大哥好。林大哥要听哪首？单无人啊。好啦，安尼我来下来啊。好，谢谢咱林大哥。来，盛阳大哥好。你好，盛阳大哥。康林小姐你好，康林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要点一首哈，第5首《满仙头》。满仙头。安尼我来下台哈，好，平安快乐哦嘿，好。来，过来接2筒哦哈，来，陪我薛大哥好。两位好。好好。你好。要听倒一首啊？第三首李白记啊。李白记啊，第3首。好，来，我给你下台哈。再会，再会。来，正义大哥好。你好。正义大哥，你要听倒一首？第3首。第3首哟。哦，好，我下台哈。好，谢谢。哎，你好，华哥。伤心的所在第2首。伤心的所在。伤心的所在第2首。OK， 好，给下台哈。文居大哥好。你好。文居大哥要听倒一首？那个第1首月亮晚安。月亮暗安。月亮暗安第1首。好，来，我给你下台哈。来，这是咱文居大哥好。陈妈妈好。欢迎。要听倒一首？伤心的所在。第2首。下台哈。伤心的所在。好，谢谢。谢谢，拜拜。最后一个了，阿卢阿姐。阿卢阿姐，今仔要听倒一首？我要点第5首《满仙头》。好，我下台啊，来。OK。好，谢谢。来，导播，谢谢来咯。来，第1名就是李白记啊咯，吼，李白记啊呢。几票？哦，9票。来，先做个啊，咱这等无人吼，8票。8票，什么人？等无人啊。系啊。吼，等无人8票，第2名的人吼。来，搁刷落就是咱的满仙头啊哈，第3首、第4首伤心的所在，好先安排安尼啊哈。来，谢谢观众朋友哦哈，准时收看，咱感谢您哦哈。电话咱今麦就无搁接，赶紧来互老师来唱歌哈。老师要来唱这首叫做《李白记》啊。来，咱的苏慧姐、阿辉阿姐、陈大哥、姚大哥、叶大哥、咱蔡妈妈、龙顺大哥。也有咱这金发大哥，这个是戴金边的金发大哥哦吼。啊，甲咱这个薛大哥、正义大哥所点，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会记得甲我们拍谱啊，谢谢。再会。
你爱看，随着你真前头，咱也是相思后事，就爱变笑容，变笑容。是最后啦，是母甜甜嘴手咪啦。你爱去，若无做阵来去，是相惊子惊你爸，一条江边路，江边路。水是心来痛苦，无定也会情，也会情。你甲我相爱，从此袂离别那只不是苦情。将咱分的做人，无情的手人。再会，再会。谢谢广华阿姨啊，剑山大哥，谢谢薛大哥、蔡妈妈，咱的林太太、叫林妹妹、胡大哥，哦，谢谢新朋友3693新朋友伫咧甲你拍婆啊哈。后来赶紧咱搁来安排第二首歌曲，但是老师做准备的时阵，放您来进一段功课哦。淡薄人哈 ，OK， 来台北咱的童大姐，台南咱的咱的欧大哥，谢谢咱的王太太。王传来大哥，谢谢树林孙太太、贤淑大哥、布袋邱大哥，感谢感谢恁的掌声哈！老师做准备，我进一段广告时间，观众朋友，这段广告恁一定要注意听哦，谢谢。甲咱介绍就是咱这四合叶红景天，
咱不止内底干那红景天尔，咱内底佫有3种，加3种，就是咱的纳豆激酶，加上日本的 Q10，佫红曲。真侪时段你拢总吼，这4种的成分拢总足好，对着咱即个公路大细条，拢有真大帮助。啊，但是咱拢会分开买着无？公司特别将这4种甲你合作伙，而且互每一种的成分拢会当得到咱要爱迄个效果出来。尤其是即马这红景天，那这段时间咱这时段一定爱食啦。我一天上少嘛，甲食2粒呢。这对着咱公路内底需要什么氧气嘛？你公路内底袂使安怎缺氧啊？但是咱食咧红景天，就是互咱的公路大细条安怎氧气有够，伊才塞会叮当啊，伊才安怎？伊才会叮当，会叮当的时阵嘿，即个公路啊，才会顺，才袂塌掉。嘿啦，啊你若血栓有啊，你若塌掉的时阵，就是血角啦。塌掉的时阵啊，就是袂通啊嘛，袂通的时阵就会艰苦啊，就会安怎食食疼。啊，有当时啊，就安怎，安尼磕，定，人会安尼戆车啦，是，吼，啊，人会安懒神哦，啊，那安尼规工咧，拢感觉呢，安尼提不起精神。公路气路问题。是啊，这都是安那红景天，人讲的天树草哦，吼，而且内底即个纳豆激酶，观众朋友，防止咱即个公路内底黏的，真侪时段啊，敢若等伊食咱的纳豆激酶。就买一罐倒来摕来食，有的人嘛会去买日本的 Q10的 ，Q10咧食安怎？食咱即个延缓老化，互咱即个公路会安怎会 Q 熟、会 Q 软，则袂顶去、袂反侧，无小心若袂通的时阵会安怎？会逼断去、逼开去。讲起来，这4种的时阵吼，拢伫咧维持着这个公路，吼。啊，甲讲着这公路内面的时阵，着这黏高的这款修行要做这啦。要甲食互气吼会通啊会饱，啊对这个碰扑啊先帮忙真大。对。啊，你市面上的时阵拢是吼4种拢分开啦，吼，啥物啊，这个大红曲啦，吼，红景天啦，啊一罐安尼。对，日本 Q10。啊，这嘛是一罐，系啊。啊，你像这号做啥？纳豆嘛是搁一罐，拢真好。对。但是呢，佫有搁较好的，吼，你啊会当将这4种拢就合作伙安尼，不但会当甲你过公路。对。搁而且甲你清理公路内面的垃圾，对，无大劲，搁咧提高你含氧量，对，互你袂产生迄个血栓就对，吼，系咧，所以讲袂去塌掉咧安尼，啊帮忙真大。这个物件毋是西药，所以讲伊袂去甲你压力油脂，袂伤着身体。伊嘛毋是传统的中药，毋是，吼，这是即摆主是算较新的，咱科技的时阵。上界天然界萃取了后，对，安尼啊，经过专家来解来解计算，对咱人伊像这个公路、气路，这个碰扑啊上好，来解调配就对，食会到是你的福气。对，啊，观众朋友啊，这尤其是咱西藏正西藏的红景天正西藏的哦，愈来愈少啊，来。你即摆甲咱煮饭吼，这一盒都是2000块，一盒的内底有60粒，都是食1个月份，一天甲食一盖，一盖食2粒，安尼你4种的成分都拢总有够啊！你即摆来甲咱煮饭，特别有做一个优惠，一盒2盒2800块，买4盒会再加送1盒，所以讲观众朋友，像我下早已经接足侪通电话啊，真侪观众朋友看到电视咧讲的时阵，哎哟，爱食红景天啦！对啊，你看像这段时间我个月来，我拢总啊啦，逐工食2粒。我咧讲，我感觉讲我精气神加足好诶。观众朋友，你甲经验看觅，甲买一组转去食，2盒2800块，0800815810800800815181的电话叫咱观众朋友来卡，谢谢。感谢咱观众朋友，谢谢咱线顶，也阁有咱观众朋友吼，谢谢2线电话来793的300的，谢谢你哈。我来讲，这段时间都是甲身体照顾好势，虽然都袂当出门对无？哦，有的人讲，我安尼伫厝内底吼，直闷开啦，吼，安尼袂使去，啊朋友遐，阮2个交情偌好咧，哦，我拢毋敢去呢。来调养家己本身的身体，比如讲下早时啊时阵吼，等较早起来。是啊。较早起来较无人，啊像这个阳光真灿烂，啊，搁再来时空气也好，啊较无人，
吼，较袂安尼，伫遮先有即个负担就对啊。就厝门口就好。调整家己的身体，吼，安尼，这真重要啦。是真重要。啊，过去的生活无真正常的啦。哦。你若听小弟咧讲的时阵，生活较无正常的啦。对吧？那你安尼行踏运动的吼，每饭食的落去，佫放会出来呢。无当紧，永远毋是佫加真好困啦。对。吼，讲实在啦，过日较重要啦。吼，每一日拢过了安尼真健康，过了安尼真快乐、真幸福，这才是咱真真正正要爱啦。吼，你讲钱趁真济，牺牲拼命伫咧趁，今日是敢死袂掉。咱敢真正就安尼有需要较济，倒不如的当中先互家己本身较快活咧。安尼啊，甲家己本身照顾好。对。唔通袂记得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嘛是爱家照顾好，无囝家照顾好。第一产能，第二无囝啦，厝咧我代志的先莫插啊济啦。对。好。所以讲老师要讲的是意思是，这段时间身体爱照顾好，一寡钱，我咧讲藏在银行，迄毋是你的啦，迄有当时你就佫开袂着。你若是来照顾你的身体，迄才叫做是咱的，你知无？是讲家己本身袂晓啦，都我毋是伫咧读做即个医学的啊，对无？但是观众朋友你袂晓无要紧啦，你看阮的节目的时阵，阮会甲你解说啊，阮佫有阮的专家啊，所以讲我拢一直甲咱观众朋友讲如果啦5000块你佫甲藏咧银行，甲你的钱斗做伙，你敢有感觉讲5000块，你个银行簿内底加5000块？你身体敢会较用？袂较用啊。但是你若开5000块，我相信讲你的身体会较用啊。对啦，看咱节目的身体了，听这个好歌以外的时阵，就互你物超所值。当然咯。互你增加一寡条这个这个健康的知识。对。安尼啊，互你像这个这个辛苦赚的钱拢开伫刀口上啊。当然，谢谢。好，来继续一首《等无人放你来献唱》这首歌曲。是咱的郭大哥，咱仁武先生、林大哥、剑锁大哥、春雄大哥、破竹吴大哥、基丁的郭大哥、玉林妹妹所点，邀请15个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谢谢你哦！来，感谢咱基地的郭大哥、宜兰大哥、大嫂，都用胡大哥的掌声，金彩大哥也看到你了。为着心爱一人，嘴唇嘴白我来甲小你小白来记得。
们的盛阳大哥、王传来大哥、陈地珍大哥58717309，仁武大哥，他们下列掌声。棒啊棒啊蛋啊蛋，咱我心满准你讲，无采我无采我真个是人，海风笑我是无海鸟笑我空空，咱无心爱的人。谢谢。来，教授，你知影咱台湾吼，水果王国，是啊，吼，又搁甜，又搁脆，又搁水，吼，口感搁好，吼，啊嘛是稻米之乡啊，迄白米吼无较输日本的，吼，但是呢有真侪爸母啊讲吼无法销售，医生讲吼，葡萄食4粒，奶子食1粒，饭会使食1喙尔，红果食1酒。嘿啊，安尼吼。真正足无趣味的。我你讲吼，这种人绝对是带糖尿啦。对啦。有糖尿人少，一定袂使食烧甜啊。是啊，袂使过量啊。是啊。哦，啊，逐工拢爱计算讲我会当食偌济呢。对。哦，啊，生活就较无，足无自在。嘿啦，足无自在。是。咱老师啊，敢有啥物物件会当提供互咱吼电视机前的咱遮吼大哥大兄大姐吼爸母啊，讲会当互伊生活品质更较好咧。安尼哦。哦，你讲即马像这糖尿病足济啊。是啊。是啊，啊是讲你若是讲都大着啊，拢一般伫咱台湾拢找西医较济嘛。是。啊，西医定是西药你食嘛。对。哦，啊你西药这拢合成的嘛。合成的。系啦。讲实在啦，食过量嘛。会碍着别位的这个机能啦。对。哦，往种着府拢爱注意啊。是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人目前啦，安尼起落都袂稳定吼。我补你这个山苦瓜。山苦瓜。嘿，山苦瓜吼，哦，就毋是叫你等恁兜煮苦瓜来咧食呢。毋是哦。毋是啦，迄个山苦瓜是用萃取的。萃取的。浓缩调整的啦。哦。即马生物科技进步啊。是。迄个320斤。320斤。甲调1斤尔。山苦瓜哦，萃取的哦，这真正是足高倍数。算唔知，迄食会着吼，稳定你的血糖啦。好，譬如讲，啊，就透早饭前的牛吼，拢130，啊，饭后拢要100-200吼。哇！要注意啊！要注意啊！迄当时啊吼，糖尿病还无恐怖呢，糖尿病上烦恼是并发症啊。哦，就是咱的后续并发症。对啊，引起心脏、心肌梗塞啊。对。啊，就会失明呢。是。会头壳吼，视网膜病变。是啊，当时心肌梗塞、心脏病的吼，当时咱规身躯吼，嘛袂使破皮规空啊。对啦，伊若跋倒吼，伊拢空喙袂收煞。是啊，顾袂好啊。对。你甲病吼，把水车住咧吼，啊人生变黑白，啊剩偌济无效啊。人生健康就是彩色的。个身体爱健康啊。对啦。要起落落，要出汗衫，要食物件，讲好，咱要食食讲倒一粒偌好食，会当安尼随心所欲啦。对，人生彩色的。哇，这嘛较有尊严哦，意义。哦，啊，所以讲老师话，迄山苦瓜遮厉害哦。是啊，这世界公认的啊。哦。唔是讲咱台湾哦，全世界足一个国家，是，拢是用这个苦瓜，山苦瓜来萃取，伫咧治疗这个糖尿病，稳定血糖，足有效。佮再来吼，唔是安尼尔呢，吼，啊，佮有迄落糖化血色素吼，是。吼，我来讲哦，这上恐怖，你要注意哦。正常吼是6.5啊，佫袂要紧的。是。你莫佮7.1、7.5、8点、9点去吼，有时腰子吼，所以恁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爱家己照顾。你家己袂晓顾家己，你哪有法度去顾别人？家己都顾袂着啊，我都照顾家己。啊，你哪有法度去顾别人？所以咱人生一定爱健康，毋免要求剩偌济啦。哦，咱总只3万斤尔呢。是啊。对，啊，珍惜咱宝贵的生命。是。哦，啊好啊，珍惜家己。所以，若糖尿病的人，有血糖高的人，糖化血色素高的人，甲咱只大哥大嫂报告，苦瓜生态，你甲食就对啊啦。爸母啊，咱即摆有生物科技遮尔厉害吼，叫做苦瓜生态。足
好，嘿，啊，你若讲有这个糖分的问题，吼，啊，咱今仔日咱的教授啊，特别提供给咱电视机侪观众朋友，吼，摕苦瓜生态等于食就对啊，哈。谢谢教授，今天教授帮你访问，谢谢。嘿，感谢，谢谢。谢谢。即摆真侪人知影讲吼，那安尼平常时啊，饮食习惯都较无法理想，吼，啊，都糖分都举。有的观众朋友讲说，我安尼药啊吼，啊食5、6年啊，食几十年啊呢，但是控制了吼，有时阵拢会无好势。习惯啊，拢食迄啥重口味。对啊。搁再来的时阵吼，工商社会压力嘛重。压力大也会。过去讲家庭啦。对。吼，无囝啊，即马咧，烦恼囝24、4岁，啊，规世人拢真吵呢。是啊。啊，即款的做生吼，拢总较会去得到糖尿啦。是啊，啊，另外呢，若像我即种较无共款。你这哦，啊，你这个遗传的，遗传的阿公啦、妈妈啦吼。对。啊，这呢，平常时啊，其实我即马是也无咧食药啊，但是呢，观众朋友，咱会知影讲，拄则咱教授伫咧讲苦瓜生态，你会记得，恁若要买苦瓜生态，我拢甲恁赞是讲足好诶。但是呢，苦瓜生态你一定爱了解讲有功效专利无？你若有买到功效专利诶，绝对对着你的身体足大诶帮助。你若一般外口的时阵，你买到的吼，拢大概差不多伫个健康食品吼，安尼啦，吼，啊，就算讲保养这类安尼就对啦。是。啊，但是你即摆都是专利的。小姐是伊咧讲的时，伊是吼，即摆咧讲的时是，即摆有咧美国专利的。对。啊，美国专利的时阵，人嘛美国专利的啊，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讲者，伊有去得到两种，吼2项美国功效专利。啊，你这袂开我拢钱哦。吼，讲这英语的时你听较无，讲有功效专利，啊，这袂使袂讲的咧。是啊。吼，咱咧做这糖乐5A 就对。袂使咧讲吼。当然。无紧来吼。啊，像这个物件当中的时阵，对无，就是讲者有像这个吼。好了，不要讲了。好 ，OK， 撤下来。来，先唱歌。先唱歌。嘿哦。袂使去讲着伊咧。对啦。了解。无啦，咱即摆是健康论坛吼，好来，拄则讲毋对去吼，袂要紧咯吼。来唱歌吼。嘿，来。都足用心的啦，咱想讲吼，若有一寡吼较新的做这个吼，迄个知识还是讲资讯吼，啊，拢想讲啊，要甲咱观众朋友吼做分享。啊，有当时啊，是有当嘛会出错呢，吼，讲的时阵对无吼，无该讲的时去讲着，吼，啊，无要紧，迄个物件是咱着本身吼准广告啦，头拄啊迄啊，系啊。来，我即摆很主持。就不用再解释了。好 ，OK， 来，会安怎？来，即摆爱先唱歌啊，吼，来一首，唱。这首好来，那我来唱的时阵，满仙桃啦。满仙桃啊，满仙桃是你唱的吧？来哟，来继续你要来安排这首叫做《满仙桃》，是咱的宜朗大哥大嫂、王太太、瑞香大哥，啊，搁有咱这个林大哥、盛阳大哥、阿如啊这所点哈，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无伊一个，听着水流声，因骨心内的怨气当初不应该来无归。可因水中天，人不回，熟悉是亲像分过月，甘了相逢的机会。阮的真情可比天顶的仙桃，想要万也永远。
大哥秀英姐啊，咱的六角黄小姐，哇，谢谢仁武大哥，感谢咱这盛阳大哥您的掌声哈。老师准备个所有的歌曲，帮您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咱介绍咱龟鹿鸵鸟精，观众朋友，这段时间都较无出门，哇！咱感觉讲较安安对无？来，食这吼，拢会给咱，互咱观众朋友较灵啦，起起落落加我轻松咧，吼，年纪较大，难免拢这两支较袂扎力，起起落落的时阵安怎，密扎扎就安袂轻松。来，咱的龟鹿鸵鸟精哈，用着上好的成分，咱做甲专利萃取。3国的专利证书哈，而且阮做到8倍浓缩的哦，内底一盒拢总是60粒装。观众朋友注文交代，咱拢总是买一盒2980块，我们会再加送2盒，多3个月份2980块。哦，啊这呢对着讲咱的身体起起落落安尼安安的啦，用着鸵鸟精，你感觉鸵鸟精？咱的鸵鸟吼是安尼100只鸡才有一只鸵鸟的重量尔，吼！啊，咱的观众朋友用这个做萃取，甲炼制成咱这个胶囊，互咱观众朋友方便使用。一盒内底都是有60粒啊，一个月份一天甲食2粒，你就足知影。7天就要互咱观众朋友非常有感觉哦。而且阮内底锌的含量对着咱这大哥啊，锌的含量是一般拉甲蛤蟆咱这个17倍锌的含量哦。所以讲你咧食的时阵，你的精气神会加真好。好，这样咧电，以前咱咧冲袂饱的时阵，食咱的龟鹿鸵鸟精，迄早起时起床的时阵吼，互你感觉讲，昨暝啊有食2粒啊龟鹿鸵鸟精，今仔日早起床的时阵，精神就加足好的啊，吼。嘿啦，日头加食饱。来，啊，咱这一组就是2980
2980块，买大组5960块，摕到7个月份08008151810800815181，真侪时段食咧真溜咧吼，连细细都讲爸爸妈妈，你若食了有效，食了好爱佫继续买吼，拢持续伫咧购买。啊，若讲回购率若足强的，就是即项啊哈，阮的早体康。阮的回购率有够悬的啦！安怎？真侪时段讲做，我都年纪较济啊啦，啊较无喙齿啦，啊有当时食拢较会拄掉咧。恁拢平常时拢有拿一杯啊来啉的习惯对无？即摆芳玲甲恁介绍咱的早体康上好的处方，内底有35种的营养处方呢，而且阮受到卫福部甲咱许可特殊的哈。伊毋是五谷杂粮，伊毋是牛奶粉。咱若讲牛奶粉的时阵，真纸时代讲说，哎哟，我牛奶粉都袂当食。咱这下毋是牛奶粉哦，吼，这叫做营养成分。营养成分的内底，观众朋友一盒就是1300块。咱即摆甲咱买2盒，犹太2500块。公司会再加送1盒，所以讲咱一组就是3盒2500块尔。观众朋友，你会当吼，互咱咧一段时间食咧，搁会生肉。上重要内底咱有食一个乳清蛋白，乳清蛋白会互咱观众朋友会生肉哈。因为呢，咱真济咱时代讲做即个啊，年纪较济的时阵，咱的肌肉组织拢总啊补去救去啊，甲食落。我咧讲吼，炒一盒经过的时阵，你都差真济啊。内底佫有铬元素哦。时段若讲有糖分的人，时段咱若有糖分吼，你即马来甲食，迄无要紧哈。有诶糖分的人讲，这嘛袂使食，这嘛袂使食。你甲经验，阮的早体康35种的营养成分，内底有咱会当维持咱糖类正常代谢铬元素吼。来，观众朋友，无分大细汉，也无分咱这查甫查某，甚至你即马。手术前、手术后的人真虚弱的，每饭食袂落，今仔食，下昼食，暗时啊佫拄掉的，真侪时段拢安尼啦。啊，暗爱食无，嘛是爱食。上至少哦，上至少呢，你会记得哈，佫甲安怎泡一包咱的早体康，甲听炸咧。安尼我咧讲哦，你人若愈无食，身体愈来愈失去。对，伊这甲你调整体质。调整体质。啊，互你做这个，你头长期咧食的时阵吼。互你这个消纳的时阵对，哦，加足顺的。哦，啊，袂安尼太长太多。袂啦。吼，安尼喙不时正正即个，即个吼，甲你调整，互你本身，互你像即个身体正常。对对对。系啊，即个吼消化系统嘛足重要。对啊。互你食会落。对。啊，互你消化会好。棒棒会出来啊。棒棒会出去。啊，身体型营养素，佮甲你攻击落去的时阵吼。连伊就亲像这树仔共款，就大张甲哦，我咧讲吼，会生肉无但是气性嘛拢加足好个哦，吼，人的精气神都甲豆豆好起来。08008151810800815181，观众朋友电话甲卡互通，互你身体健康。啊，你若讲要找着工人甲芳玲，要不小请交代哦，谢谢。介绍无啊？来，感谢，继续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观众朋友们刷卡，谢谢我们的丽华姐，感谢咱899新朋友，电话甲卡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若有需要芳玲甲你做服务的，小等我有节目电话才能继续卡，谢谢。
拜。